阅读测验的第一种题型是文句理解。这种题目只有文字，不会有声音。它的出题内容大多来自日常生活。题目会要我们选择填入最适当的词汇、语义，或者要我们分辨词汇使用的正确性。现在介绍文句理解的单题应考攻略。它的解题步骤是：一、先看选项意思；二、再看题目，将选项带入空格；三、选出适当答案。练习如下：捏填世界做得老欧阿日空格đều捏部分卡梅波捏部。选项有 bột, fit, rám, chị。先来了解意思。题目的意思是，天气热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为小婴儿做什么事？后面接的字是一点痱子粉，才不会长痱子。将选项带入题目空格来试试。第一个选项 bột, bột， 用双手捧举盛装，带入空格后做得老欧阿日不得捏部分，可以对婴儿捧一点痱子粉，有点怪怪的。第二个选项是 fit， 摇动挥摆，带入空格后做得老欧阿日不得捏部分，可以对婴儿摇动挥摆一点痱子粉，不太通顺。第三个选项 rám 撒，带入空格后做得老欧阿日 rám đều捏部分，可以对婴儿撒一点痱子粉。这个选项比前面两个都合适。第四个选项 chị， 用手指或棍棒挤压，带入空格后做得老欧阿日 chị đều捏部分，可以对婴儿挤压一点痱子粉。这里的痱子粉不能用挤压的，所以不适合。所以我们选第三个选项 rám đều捏部分。整句组合起来就是捏填世界做得老欧阿日 rám đều捏部分卡梅波捏部。这本课语能力认证基本词汇中有很多的词汇我们要读熟牢记，了解词汇意思，再加上想象，结合动作情境，就能选出正确适当的答案了。